乌白切哦是台湾上传统的好滋味。新北市政府嘛举办头一届新北乌白切的比赛，要来推出在地好食米甲店家，来嘛做伙来评判。面档仔的玻璃肚汤满满的脆皮肉，猪尾猪头皮。台湾的民众若是去小食摊食饭，有当时拢会习惯切一盘卤味来配，有时阵会请头家随意看有啥就切啥，所以也号做乌白切。乌白切店头家也分享乌白切上有台湾味的食法，就是甲食材烫过。配姜丝、温酱了解，这是老一辈上传统的食法，即卖少年人也真介意。如果老一辈的话，就是说倒瓜子一个，然后脆皮巴一个，然后那个舌头来一个安呢这样子。因为以前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菜，所以就会在节庆的时候可能会特别去吃这种东西，因为肉类比较少。对，可是现在就比较普遍化了。为着要推广这项传统滋味，新北市办理第一届的新北乌白切大赛。新北市经发局表示，较早的人生活较无好过，无啥物机会食大鱼大肉，毋则有乌白切，甲动物的各种部位器官切做小菜，亲像猪心、猪肝、猪头肉等等。有当时请头家乌白切一盘，也代表是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。这个乌白切呢，其实就是很亲民的，什么都好。其实就是讲你凊彩头家我食了一个米粉汤，你凊彩给我切一寡小菜就乌白切其实呢，这个也是代表对老板的信任度啦经发局讲，乌白切这项传统小食是台湾社会早期到今传统的滋味，代表大家的食食气质，也体现人甲人之间的人情味。除了传统的食法，也有把这寡食材加入烹内底的创新做法，希望透过比赛，由新北的店家做伙丰富台湾的乌白切，用台湾猪肉这款好滋味，和乌白切这款传统食食，看互更较侪人知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